继续来到台南，有一场伫个高铁特定区内底建案，讲有1000多人烧济要买，而且都要成立10万块的支票来做定金，这嘛引发到内政部的重视，会同台南市政府联合来稽查，结果发现这个购物证明单无经纪人来签字，卖厝的现场嘛无甲建案的内容讲好清楚，这恐惊拢违法咯，将要深入来调查。 为这边排到另外一边，内底排队的人嘛拢排甲靠一卒，想要买厝还阁摕号码牌抽扣啊！这是台南高铁特定区一个25建案，地点就伫咧高铁附近，附近的人拢真看好才发展。伊要顺入方便，因大家坐高铁的嘛。不过这打房境外人抢来买情形，互大家拢伫咧讨论。这好像是一种商人推销的做法，在咧包装的假卖。 袂足济，你互人要去抢。买厝争议同款引起内政部注意，含台南市府做调查，发现说明会现场无甲建案的内容讲清楚，敢用喊告宣传的方式，向大家来买厝。他大概有做一些广告，那也吸引了蛮多的民众，所以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涉及到欺罔民众的部分？那这是属于公民交易。那既然是销售行为，它必须要有定期化的契约，而且要有经纪人的签章，那这个部分都没有。不过业者讲，现场移动建案方式拢是合法的。昨天是开放预约啦，所以包括也都有里面的公开资讯、分评表、公设比例都有讲。 到底敢有涉嫌用非法的方式卖厝，地政局会介入调查。若是有非法，就会处罚。提醒民众买厝拢要加注意，嘛要加探听，较袂去买到有问题的厝。